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嚟，我係 Rita 林玉天。Hello， 大家好，我係周一權阿權妹。阿權妹，最近好，很多 debut 卡，怎麼覺得好久不見？看到，但是不能報。社交距離哈。對。最近睇家出東莞 debut 卡，哈，東莞 debut 卡，不過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我 debut 卡我係唔配聲嘅呢，因為線上學習哈，不是跟媽媽拜託早啲看一下卡通咯，早啲做一下運動咯，又可能啲熒幕哈，所以不是我自家咪是我冇主動信任，點解要安為困擾？我咪強要因為 debut 卡上班呐，韓國一次都會看天哦，我就會看數據，看有訊息嘛，就會動緊張啦，一有訊息就要趕快拿手機出來看。啊，唔過除咗呀以外，目主愛給你看這樣子的3C 產品之外，我咪等上會出去 no boy，因為你知道我就是 outdoor girl， 就等上會出去聊，上會出去看看啊，就是強悠悠的個山啊、風景啊，因為大家說看遠景跟看強色嘅東西對我們的眼睛都很好，但是我已經很久沒有按用嘅想法咧。再講原來一下，為咗平安健康。當然，我想請到嘅朋友可能是為有按用嘅問題，是講當叫冇出門，乖乖地不卡。唔過呢，始終冇主動信任，你嘅冇主健康，韓國你所謂嘅風險，嗱你嘅冇主嘅問題有乜嘅關聯呢？特別你喺節目當中邀請到眼科嘅醫生、葉俊天醫生來為大家解答韓國風險嗱冇主有乜關係呢？謝謝你分享醫生上線了。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諾貝爾眼科的葉俊廷醫師。那今天很開心來參加客家電視台福氣來的節目。哇！我看到醫生很懂演導呢，醫生有種帥氣登場的感覺哦，戴着護目鏡的感覺，不是讓我直接想要防疫，是讓我覺得說，好像蠻炫的，對，很炫呢。對，這是每天都會必經都一定要準備的東西，這樣。哦，所以醫生，我們講到防疫的配備，真的這個標配就是一定要戴護目鏡嗎？對，其實護目鏡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個人防護裝備一個最基本的標配之一哦。其實我們大家在電視上應該都常常看到採檢人員，無論是在機場啊，或者是我們現在各個公共場合，他們其實在採檢的時候，他們全身上下，他從頭到腳，他整個防護裝備上面一定都會包括這個護目鏡的這一個環節。那其實護目鏡這個部分對於在 COVID-19 這個疾病上來說，到底有沒有幫忙呢？其實過去這1年多，我們從人體的一些觀察，真正取樣去做實驗之後，其實我們發現，在眼表面其實是有重要的接受體的這個存在。因為實際上病毒要進入細胞裡面，它一定需要一個受器來接收這個病毒的這一個表面的蛋白，它才可以進得去。有點像是說，你要開門，你要有一個對的鑰匙跟對的鎖，兩個互相搭配才可以成功這樣子。那如果你把病毒想象成鑰匙，然後把我們細胞表面的一個受器叫做 ACE 這個 2的這個受器當做一個鑰匙孔的話，這兩個 match 在一起，它才可以順利的接起來。那我們在眼表面還有呼吸道，其實都有這一種受體的存在。所以其實相較於呼吸道來說，雖然眼球它這個受器的它的含量的上面其實並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呢，它依舊是一個可能會進入身體的一個管道。所以實際上眼睛保護好，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可以阻止這個 COVID-19 直接找到一個入口的一個方式，這樣。所以護目鏡的重要性，其實過去在還沒有足夠的數據證明說它真的在眼球可以直接進入以前，也許只是為了防護而已。但是隨着這一段時間過來的一些科學證據來說，目前是肯定，其實戴護目鏡是有絕對的需求，這樣子。哦，所以不該想的，我們會教孩子說不要亂摸，不要揉眼睛，不要摸鼻子，其實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防疫觀念哦。是，對，沒有錯。但是因為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有時候我們看到很多穿着完整防護裝備的這些人員啊，他們可能是接觸非常高風險的一些族群，所以他們必須要戴着這樣子的護目鏡。可是你知道，我們就一般人啊，我們就是人妻跟人母啊，我們出去外面買個東西，我們也需要戴着護目鏡嗎？它真的是可以降低這樣子的染疫的風險嗎？
是，其实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还有从目前我们临床上一些观察，其实它是有帮忙的。那至于说风险的高低值，如果是要画成一个数字化，例如说是增加2倍啊风险，或者是减少2倍的风险，这个客观的数据上目前其实还没有。但是呢，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实验哦，在去年大概2020年的年尾的时候，在我们眼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期刊上面，他观察其实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大城市哦，他在大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就医的患者里面，如果是得 COVID-19 的族群，他发现很特别的是，只要是有戴眼镜习惯的人，他基本上很少会出现在医院哦，几乎都是完全没有近视的人才来就医这样子。那所以其实从这个观察，其实也许可以间接告诉我们，戴眼镜或戴护目镜的这个习惯，某种程度上可能在这个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它能够达到一定的保护力的效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对。养成习惯的概念，所以那医生像我们现在都说要有社交距离，那也说可能在很空旷的地方比较不容易有病毒的传播，就是不容易感染哦。那如果我们去外面阴谋暗斗，人没有那么多，如果这样子不戴护目镜是 OK 的吗？对，其实戴护目镜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跟我们戴口罩一样，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射动作这样子。这么常戴就对了。对，因为其实像我的习惯，我就是把护目镜，我一个是放在工作的地方，一个是放在家门口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一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口罩跟护目镜，我就直接拿上去这样子。那所以所以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当做一个习惯，一方面也不会忘记，二方面其实生活上使用上也很简单这样子。那其实因为我们外出哦，即便是到户外，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可能在移动回我们城市比较密集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还是偶尔会在一些相对密闭的空间，或者是说跟人还是有接触的可能性。所以其实无论是说在安全性来说，它有一定的程度之外，其实护目镜某种程度上，我发现其实有蛮多人戴护目镜都比较好看，这样有点遮丑的效果。对，包括我在内这样子。对，所以一举两得这样子。对。是。那刚刚医生讲说，我们其实可以养成这样习惯。我今天回去马上就要做像医生讲的这样子，大家走在好奇了。那像我们知道每一天现在要更换口罩，那护目镜我们是要帮它消毒吗？对啊，我们要帮它消毒吗？或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是安全的？是，其实护目镜它的照顾的保养的方式跟一般我们眼镜的照顾保养方式其实很类似。其实目前市面上我们可以买到一些专门来擦拭这种镜片本身的试镜纸之外，还有一些防止这些雾气产生的一些涂料这样。那当然，所以我一般来说，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一定是会先用酒精先把它消毒一下。那当然是记得用试镜纸，不然会越磨损，这样镜面就会整个都糊掉。所以一定是要真正用试镜纸擦过，然后接下来就是用它专门的这种清洁液跟这些防雾的这些喷剂来把它处理一下。那处理完之后就把它放在比较相对干净的地方，下一次使用上就会比较容易这样子。对，所以大概还是天天都要做一次会比较安全。而且那这样就是等于几乎每一次出门，即便我只是下楼拿个外送，也需要，是不是也应该需要带着？是，因为如果是以我来说的话，我其实还蛮怕遇到外送员这样子。真的吗？对。我有时接触很多人，天天都在点外送，不敢呢。因为他的接触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搞不好他还比我高危险群这样子。对，所以我如果去拿外送，我还是会戴护目镜这样。对，确实，大家这一段时间都懂辛苦，都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大家也要学习怎么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戴着护目镜，无时无刻。是。所以刚医生讲的，日本安利又安的真好的观念嘛。那我刚刚看我们有配一个照片哦，这小朋友也戴护目镜，所以其实大人跟小孩，我们的防疫措施、防疫的装备应该是要一样的吧？对，没有错，因为实际上小朋友他毕竟跟我们是活在同一个环境所以实际上他还是会接受感染的这个机会其实是差不多的。虽然说我们过去的观察是在这一场疫情当中，小朋友的症状相对比较轻微，这有可能是跟他身体上面这一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ACE2 这个受体它的含量比较低，有一点点关系。那还有小朋友的免疫组成跟我们大人有一点不同。但是即便如此，当小孩如果不小心在外面他自己被感染的话，即便他是无症状的人，可是他还是会把这个病毒带回家里。那所以实际上家里如果是有同住的大人或者是甚至是老人家阿公阿嬷的话，其实如果因为这样感染的话，其实会比较危险。
那小朋友还有另外一个戴护目镜，我觉得很有需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大人比较可以控制我们手脚不要去揉眼睛但是小朋友其实动不动就自己手就进去了，对，所以实际上小朋友也不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洗手，那所以实际上他手很容易去沾到就是脏东西，所以他实际上就直接带到自己身上去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没错，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护目镜某种程度上也是提供小朋友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这样子，所以其实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这样子。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我一直没买护目镜的原因，一直没有买护目镜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近视，所以我如果你都戴眼镜，对我去卖场我就想说啊，那我就戴一个鸭舌帽，然后戴一个眼镜，或者是去外面太阳很大我就戴墨镜，这样子的话有办法，你知道有防护力 OK 吗？对，我可以这样子吗？对，其实戴眼镜这件事情就是说它一定还是有某种程度上可以阻隔一定程度的这个病菌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例如说以美国眼科医学会来说好了，它目前来说他们还没有说戴眼镜是一个真正可以保护的方法，因为其实科学上是还缺少这一方面的论证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即便是戴眼镜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护目镜的设计有一些是比较有立体的厚度的这样子，所以即便你是有戴眼镜的人，其实你还是可以找到可以戴得上去的护目镜这样子。所以实际上在这方面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还是你在眼镜外面，你还是可以戴一个护目镜，或者是说，假设找不到适合的护目镜，你也可以在眼镜外面加一个面罩这样子。对，我想这样的话就是像这种的吗？很方便。对，对，其实像这种是很方便的。对，就是最主要是要能够确保我们的脸部啊，还有眼睛周边，它的整个盖住的空间是足够的，这样尽量不要有空隙可以进来，这样我相信应该就是安全的这样子。所以说来说去，医生真的是要推荐大家，让你全部 M 呢，就是要把整面都是封住，不要让病毒有机可乘这样子。对，我们任何有可能会接触到偏脱的素材，尤其目珠啊、屁股啊，在我们这个呼吸道还有眼睛的部分，尽量就牢记填好来，包好包满，好不好？就像医生现在每天还是要看诊嘛，对不对？对，没有错。所以你看诊的时候是全部那个护目镜、口罩，甚至防护衣，全部都要穿起来的。对，如果是以我们目前临床上来说的话，就是护目镜、口罩、防护衣基本上都有。那像有些人，他甚至是有些特殊科别是说，他如果接触病人更广泛的话，他可能也许就是他从头会包到脚这样子，连头都会整个包起来。对，所以这个还是会依照与病人接触的这个密集度跟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状况去做决定，这样子。对。好，医生，大家讲戴护目镜是防疫的标配，大家最爱重要等下下呢，医生会同大家分享哈那到防疫嘅知识，还有跟眼睛有关系的你要请大家先聊一下，繼續到轉來復起來咧。所有朋友真的復起來咧，今日嘅 Rita 啦，阿權妹呢，你今日討論啦目珠相關圍繞搶到眼科嘅醫生來到節目現場讓大家解惑啦，因為請到你冇懂了解非常重要專業嘅知識透過醫生來同大家教，韓國來讓大家先頭，你再次來分享葉俊天先生 ，Hello 醫生好。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哇，醫生，我們剛剛就講到這個護目鏡戴亮目鏡非常重要，而且要變成標配，絕對不可以輕忽。那我們在挑選護目鏡，該怎麼挑選呢？怎麼樣的護目鏡才是有效的，或者是防護力好的？是，其實挑選護目鏡最重要，就像我們挑選衣服褲子一樣，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一個 size 跟它的形狀這樣，因為每個人的臉型大小長短都不一樣這樣。所以實際上在試驗的時候，還是可以找一下，就是說可以跟自己的眼睛周邊的這個頭型最密切相關的一個最吻合的一個護目鏡，應該就是比較好的。那這是針對鏡架本身。那當然目前市面上各種價位，其實大家都會發現，就跟買眼鏡一樣，有的很便宜，有的很貴，這樣子。對，差得非常的多。便宜的50-60塊，貴的500-600塊都有
对，没错，所以其实差价很大，所以我相信这当然是有点像是说1分钱1分货的概念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它那个镜片本身它的光学的特质，还有它的镀膜来说，可能是潜在这个差价的原因这样哦。因为当然其实不同的镜片，它的透光率来说，还有它的保护力来讲，其实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哦，看有些时候它，例如说在镜片上，它可以说，有一些特殊的镀膜，可以防止银镀膜啊，来阻止细菌的这个接触，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它会有一些防蓝光或者是防雾器的这些设计，对，防雾其实器大家都可以多很重要加比较。因为尤其我们现在戴着口罩，戴着之后你可能一呼吸，然后整个镜面就都是糊的了。对，没错。是所以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小诀窍，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戴口罩的时候，我会习惯用那个胶带把这个地方封起来，这样子。因为封起来，对，虽然有点丑这样子，对，但是在医院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为了让自己完全的密封，除非我们今天是戴 N95，因为 N95口罩是非常的密封。是。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外科手术的这种外科口罩的话它其实如果你即便压紧，它有的时候还是会稍微有一点跟外界接触的缝隙。对，所以其实我们是会用那一种类似像 3M 的透气胶带，然后就是戴先压紧之后，然后再把它粘上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就怎么样都不会有雾气这样子，因为你就被封死了这样子。这样我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这样应该比较舒服。其实有雾气的时候，有热气上来，眼睛我会觉得热热的，是没错。所以如果贴住。我先试，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可是贴胶带就是你就是拿口罩的时候会懂麻烦，就是你还想撕下来。没错，就是一拉起来的时候就会痛了一下这样子。好辛苦。对，但久了就习惯了这样子。对。哇，久了就习惯了，医生才是最辛苦的，对不对？没有，走得起坑啊。对，这是小诀窍有时候医生会分享一些小诀窍，那让我们可以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哈拿理片那我也很想请教医生说，其实我们现在口罩even像是国外已经打疫苗了，大家都说出门一定要戴口罩。那所以我们现在刚刚讲到口罩跟护目镜其实是一体的，它就是防疫的标配。所以呢，我们护目镜到底要戴到什么时候呢？也是一直戴下去吗？是，其实简而言之，这一场疫情在还没有结束的这一天，我觉得口罩跟护目镜它都还是持续的需要这样子。我现在就立刻把全部都戴起来，能戴的，这个这样好了，你要留一个给我。你看马上就起雾了，对不对？对，马上就起雾了，立马就起雾了这样。所以你真的可以试试看贴胶带。其实你这蛮好看的是这样的，以后可能我的眉毛不需要用镜片来遮挡。这里可能就起雾了呢。对，好，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好方法。如果真的我们出去一定要戴护目镜，尤其像妈妈们需要去补货，你真的是 he don't know boy， 好像 he know boy， 有时候真的很怕，要速战速决，然后随身自己带那个喷的消毒的，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回去自己一个人没关系，可是家里有小孩，那一定是会担心啊。对，不是说胎嘎就会够，所有的装备一定要齐全，然后记得要消毒，记得要更换然后等到平头寒芒结束以前，口罩、护目镜都要随身，就是你出去的时候，所以没有错，暂时没有期限。对，其实对，暂时没有期限。很多人都会问说，医生那么多的医学的期刊啊、文献报道，你们常常在接触，或者是你们几乎每一天都要更新最新的资讯。有人就问说，我们这一波到底会到什么时候？真的没有期限吗？难道这个病毒没有什么可以完全阻绝的方法吗？是，其实就像国外有一句谚语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有点像是在山洞里面但是实际上山洞一开始是看不到出口的，可是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出口的光了这样子。那其实能够看到这个光的最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疫苗，它其实目前来说已经有各式各样的疫苗，它已经验证有效果了这样子。那其实疫苗这个东西的话，是结束这一场就是跟病毒对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样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外来讲，以美国来说，目前因为有很多人口，它其实第一剂都打完了，第二剂的普及率也很高，所以其实美国已经渐渐的回到一般的生活的模式这样子。那陆陆续续的，其实我相信接下来随着我们国家渐渐的疫苗到位之后，其实大家随着疫苗普及率一高，
群体的免疫力一起上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可以一步一步让我们大家可以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有防护墙了。对，因为前几个礼拜也有访问像英国啦、韩国都西班牙马德里，他们那些那边之前的疫情状况跟现在，他们随着疫苗的普及率提高了，他们现在也是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但是一样，口罩、护目镜还是要戴。没有错，对，因为实际上说真的，这个大家都是地球村哦，所以实际上只要有一个国家还是危险的，其实大家都不是永远安全的，对，一定就是要等到整个地球村大家都平安，那我们才是真正平安这样子。对。像 Rita Levy 呢又准备了，就是关于英国变异株病毒 Alpha 跟印度变异株 Delta 这2种病毒哦，其实有很多的症状，或者是你打疫苗之后它的防护力，也想请医生这边特别帮我们来宣导跟分享一下。好的。其实我们自己。对我们先大概理解一下这一个资讯吼，就是我们大概到第2剂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疫苗对住院的保护力已经非常高了。对，没错。打了2剂疫苗之后，对英国变异株它的防护力有86%到95%，然后打到第2剂的话，对于印度变异株它的住院防护力是有92%到96%了。对，没有错。对，这是什么原因？其实目前来说，以不管是阿尔法、贝塔、伽马、Delta 这些就是我们其实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支病毒是主要是 WHO 比较关切的这样的。那其实这几支病毒还好，它虽然传染力不一样以我们目前来说，这4支最强的就是 Delta 的传播力是最强的这样。但实际上它造成的轻症的症状来说，主要还是上呼吸道一些，例如说你的喉咙痛、发烧这些，或者是一些喘的这个状况的比例会比较高。但是还好的是，这些病毒它在目前来说，对于各个疫苗的反应都还不错，这样子。那其实打疫苗其实并不是100%来阻止我们自己不会生病，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变成严重的病人这样子。预防重症。对，所以其实预防重症跟预防住院，这个才是真正让大家能够好好的维持生存的一个方式，这样。然后医疗的体系也比较不会崩塌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目前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只要有疫苗，还是要尽可能的赶快都去打这样子。是因为疫苗的细节跟品牌啊，其实这个内容有非常非常的多。不过我们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资料，本台家来参考一下。黑共有打疫苗甚至打2剂的这个数量的话，其实你对于病毒的重症防护力是非常比较好的。对，没错，挺想台感。对，那最近可能有越来越多给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可能已经要去打疫苗了。韩国台港可能会知道，懂讲啊，要去打疫苗啊，我要注意什么啊？会不会有反应啊？台港都会懂病种。但是我们有整理了这个防疫 Q 哈了以后，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打疫苗前跟打疫苗之后要注意什么的注意事项。那我们现在先从打疫苗施打疫苗前的注意事项跟大家来分享。迄个牛咽后嘅慢性病也是过敏嘅话，如果你有慢性病或者是过敏的话，最好可以跟医师先来询问你的健康状况，先来做一个咨询。然后呢，如果你正在发烧或者是有急性中的中重疾病者的话，要等到病情稳定之后再接种。迄个以下当严重嘅不平嘅话，要等到以下问题以后再来打这个疫苗。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要放松心情啊，注意防晒啊，然后要抖色水。冬虫疗。对 ，Rita 是不是天天都喝很多水？对，我天天都喝很多水，因为这是我平常的习惯。一方面呢 ，TPS 第2团事件，大家打疫苗之前跟打疫苗之后，其实这个都是一直被大家宣导的。你要让你的代谢是很好的，然后身体整个状况是很健康的。没错。然后记得要去打疫苗之前要带好这个身份证，还有健保卡相关证件。奶爸动工要戴口罩跟戴护目镜。这个也要戴啊，这个也要戴啊。
是，只是身份证、健保卡也很重要。哎，都重要。所以医生刚好分享也很多哦。你提供其实不管是你打哪一种疫苗，目的是讲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抗体。对未来你可能真的不小心接触到了，虽然你无症状，或者是你真的有一些好像出现不舒服，可是它不会让我们亲迷有一点身体没有办法抵抗它，它能有丰富力的。嘿，迄讲打体疫苗过后要注意某个事情哦。第一吼，他讲打体以后要伫打疫苗嘅手材，打疫苗的地方停留15分钟，至少15分钟。观察看你觉得有没有不舒服，如果都 OK 了，长离开。或者是你可能有一点你不知道的一些过敏嘅反应，你可能不知道你对疫苗的成分有过敏，这样子你就可以在现场去观察到这一件事情不会发生。因为现场有医护，所以先你拄到乜嘅问题，啱是有专业嘅医护人员坐低来让你听收。韩国要动冲业哦，迄讲过去有设对疫苗是过敏过嘅话，你要留到嘅片等30分钟，至少30分钟。如果你过去曾经有这个对疫苗的过敏反应的话，要等待30分钟。韩国政府卡以后要继续来注意身体有乜嘅无痛快嘅素材，要注意28天。一张眼很久啊，是，对。我话到，我一直以为是观察大概2、3天，因为用英讲可能我遇到像感冒啊、发烧啊、酸软啊，我话到讲2、3天是走的嘞。可能还要够注意，因为它的这个反应不知道嘛个时间将会爆发出来，所以要时时注意自家嘅身体。然后呢，迄讲还有含有无痛快嘅枕头嘅话，记得要实时去看医生哦。哇，所以本大家有信心是讲注射疫苗呢，像注射鼓射，当然像 Rita 是当讲，当同过你下拄到了病途，係講有機會你做啲輪動，你派到咧去做了預防針，還係實實把握機會本自家身體嘅健康，要勇敢。不要怕，身份证要带，还有带不带？身份证、健保卡，还有最 M， 还有护目镜，都会带回来。我想大家对了防疫大家当重視，還有對家講到了冇做嘅問題，還有當到嘅想法等下你繼續請兩眼科嘅醫生同大家解答啵，請大家聊下繼續轉到呼吸來咧。所有朋友轉到福起來咧，哇！阿權妹剛剛講到當重要嘅資訊，我相信所有嘅朋友大家去無論注意防曬也係講你平常時嘅豐富，你到底講到底應用扮演講下安全，你大家對安全嘅兩件事當重視今日眼科醫生喺線上呢，稍後來是解答咧。家下因你開頭講嗰啲主動上癮，幾年後看手機、看平板、看電腦，到底乜嘅方式做得幫助你，做得離開佢，又做得保護自家呢？再次來歡迎你眼科醫生葉振廷葉先生，葉醫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哇，醫生，我們講到眼睛真的是很疲勞，但是我們到底用什麼方法可以保護自己，然後又不會讓我們就是脫離我們的工作環節太嚴重了，又乜嘅風險呢？是，其實這個部分我最近在臨床上，過去自從我們5月多，其實我們開始進入3級之後，其實在臨床的門診，真的後來有很多人都有這方面眼睛疲勞的這個問題出現。大家都一樣，對，過去大部分都是，例如說在新竹的這些竹科的工程師上比較常見，但是現在連一般的學生啊、家庭主或者是原本的秘書在家裡工作之後，其實這個症狀都跑出來這樣。那我們稱為叫做眼睛的這個數位的疲勞這樣。數位的眼睛，對數位的這個造成的眼睛的疲勞。那數位眼睛疲勞這個部分的話，它的症狀其實每個人的嚴重度會不太一樣。有些人他會是一些輕微的，例如說有乾澀，有眼睛酸的這些問題，或者是暫時性的視。
目前2个我都有，视力模糊，对暂时性视力模糊，对，我觉得我蛮严重的，怎么办？是，那更严重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有的他会一来就跟你说他头会痛，就是眼睛的周边甚至是会整个很紧绷这样子，是不是眼压太高吗？对，所以他来的主要症状，他会跟你说，医师，我觉得我的眼压很像太高，所以整个头部这边都是痛的这样子。对，但其实你量眼压都是正常。对，所以实际上每个人症状差非常多这样子。那比较常在年轻的族群发现的，主要就是比较偏向干涉这一类的，我觉得还蛮多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使用3C 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盯着荧幕看，其实我们眨眼睛的次数会减少。那其实眨眼这件事情是我们让我们的泪液能够重新补充眼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所以当我们一直盯着的时候，对，一直狂眨，对，它就可以有机会能够重新让水能够再洗一次这样。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当你就是长期没有在眨眼睛的时候，如果你是戴着隐形眼镜的人的话，这个干眼的症状会更明显这样子。对，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人，也许他一开始戴隐形眼镜，他可能干眼的症状还算轻微，他还可以忍受。但是等到他长时间在盯着3C 使用之后，他那个症状就会加剧这样子。所以实际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临床上是都可以观察得到。那讲到说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减少这个发生呢？其实当然最简单的还是要减少它使用的时间，还有适当的休息哦。那过去其实我们在国际上，它现在其实有提倡一种叫做三个20的这个概念，我们叫 20-20-20 的这个 rule 这样子哦。那这3个20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一个20呢，是表示我们20分钟使用这个数位的产品的时间就要休息一次，好短对，很短。我看个日集都半天了。不行，真的要加油，因为我自己是高度近视，所以刚刚医生在讲这个数位疲劳的时候，我就越听心里就觉得越紧张。但是我们休息只需要休息20秒。或是休息30秒、1分钟，其实就有效果，对不对？是，没错。所以第二个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哈。第二个20，它其实就是说我们至少要大于20秒的这个休息的时间。那第3个20的话，是指说我们休息的时候是要看向20英尺外的距离，20英尺相当于就是6公尺的这个概念这样子。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看往6公尺外面的这个让眼睛休息20秒以上的话，其实就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放松的效果，这样子。我以为休息的时候是要眼睛闭起来这样休息，闭起来可以吗？好像他没有办法放松。闭起来很 OK， 闭起来更好这样子。闭起来没有问题。对，是。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有各式各样，因为如果你上班的时候例如说你坐在办公室，然后结果你突然眼睛闭起来，可能老板就说你在偷懒这样。对，倒不如稍微往外面看一下，可能还比较不会有事这样子。所以医生，我特别想请教，因为我们都有这样使用上的数位疲劳的问题哦。那如果我用了20分钟，我休息20-30秒，好，20秒好了。那刚刚医生说，其实闭起来跟看远方都有一样的效果。对，没错，是，对，都可以达到一定的休息。我之前听说，这个眼睛当它很紧绷的时候，肌肉很紧绷，一直使用的时候，眼压很大的时候，你闭起来，它还是呈现那个紧绷的状态，它肌肉还是拉很紧。所以有人我听过这样的说法，是这样子，好像让你眼睛没办法放松。是，如果是从眼睛的这个睫状肌的这个放松来说的话，我们睫状肌是要看着远方它才会放松。那如果是闭着眼睛休息的话，对于眼表面原本干燥的这个状况，它其实是有达到休息的效果，就重新的让这个泪液的稳定度可以恢复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当然你最好可以就是说先看着远方，然后眼睛稍微闭一下这样。我觉得这2个效果加在一起应该是会非常好。我先闭一下。对，先休息一下。对，所以这2个都要一起做，最好是先看远的，然后让睫状肌放松之后，再闭下来休息。对。对，那除了像这个做法可以让眼睛休息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现在市面上没懂你有啲嘅讲啊，抗蓝光、目光，然后
抗蓝光那个夹在荧幕前面的那个保护板有没有？其实我董家就第一个想讲，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我的眼睛有帮助？黑公有帮出给发，来潘公生没人买一嘞，布卡没人买一嘞，就是我当初都要放一个，因为真的我们身边现在已经不能没有3C 了，不要说我们，连爸爸妈妈，我爸妈都一样，声音都没黑。对，医生，这真的有用吗？抗蓝光这样的眼镜护目镜真的需要必备吗？是，其实大家要先对一个蓝光这个部分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实际上蓝光其实大自然就存在了，因为实际上我们从太阳放出来的各个光谱里面，蓝光跟紫外线其实就非常的多。那比起我们后来随着数位产品出来的这个3C 这些释放的这些能量值来说，其实户外的这些阳光，它所带有的蓝光值还更高一些，这样子。那所以实际上呢，我觉得当然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外出阳光很大，特别是像夏天的时候，其实一副好的太阳眼镜，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实际上长时间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如果你没有把紫外线跟蓝光过滤掉的话，我们确实会造成长久的视网膜，有可能会容易会有老年性的一些损伤这样子。那所以这一块的部分，我觉得太阳眼镜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的部分的话，就是有关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蓝光眼镜的部分那其实蓝光眼镜对于眼睛长期来说有没有一定的保护力呢？其实目前来说，科学上证据上还不太够。那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原则上因为像 iPhone 好了 ，iPhone 这个产品其实也才到10几代而已，所以实际上它这个时间还不够长所以当这个少量的蓝光要能够证实到对视网膜造成一定的损伤，我相信可能要未来再过几年的一段时间，我们再针对整个大型的人去做观察，也许才有一定的明确的答案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说，蓝光眼镜它确实因为它的镀膜是好的它确实是可以阻绝从3C 释放出来的蓝光，所以它确实还是能够减少你这个蓝光跑到你的眼睛里面去的这个机会所以如果是从一个保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相信它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保护的效果这样子对，所以卖啦，尽量卖，好的，不过要轻一直好皮肤外晒日头。太阳眼镜好像比较重要，对，全部卖，为了自己健康，全部都买。所以刚才讲到，你目眦使用看荧幕啊，看无论手机啊、平板啊、电脑都有看荧幕。来第最群有一个爸爸妈妈的新招，他们会用投影的方式让小孩看，他觉得说，反正我就投到墙壁，小孩眼睛看墙壁，这样就不会有荧幕有蓝光的问题。嘿，虽然用这样子是更好的方式吗？是，其实如果是以投影机来说的话，跟电脑最大的差别，我想它最大的优势是它可以把影像变得很大因为如果家里的墙壁够大的话，其实它大概可以放到80、90寸的大小都非常容易这样那其实物体的目标越大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眼睛来说，我们是越轻松，越不容易会有近视的状况。所以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其实对小朋友从近视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有帮忙的。那另外有关蓝光减少到眼睛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光线从投影机出来打到墙壁之后呢，这个墙壁跟这个反射的这个镜面本身，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吸收这个光线的能力这样子。所以在反射回来进你的眼睛的量，当然会比你直接从这个萤幕反射照出来这个光还要少一些。那但是有一个要比较小心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投影机有的时候如果你放在地板或放在桌上，小朋友如果说调皮，他走到前面直接对着那个萤幕看，那反而是很危险的这样。因为实际上整个从投影机放出来的光，无论是传统的那种光灯泡来说，或者是后来有一些像说雷射的这一种投影机，它其实放出来的光波能量其实很强的，所以如果小朋友直视它的话，那反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在使用就是投影机的时候，还是会建议把它放到就是墙壁上，让它说不会就是让小朋友可以有直视它的机会。那这很好的提醒，因为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去那种好奇，想要去看一下就好亮，手去摸，眼睛去看。没错。对，那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电视实际上 size 都很大了，只要家里的空间够大，其实现在电视也都是有到60、70寸以上都有。对，那所以实际上呢，也未必一定需要投影机。我们只要说把这个电脑的这些数位的资讯传到电视上面去，用一个相对大的这个萤幕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效果不错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使用电视的时候，室内的光线大部分是充足的，但是你用投影机的时候呢，其实光线是暗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电动对，我们要把窗帘，对，我们要把窗帘拉起来，或甚至把电灯可能稍微关暗一点，我们这样墙壁上看的投影机的影像才会对比度才会够高。可是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暗的地方，举例来讲，比如说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瞳孔是散大的这样子。那所以瞳孔在这个大的情况之下，实际上最后完整的进到你眼睛的光线的量，未必真的能够少非常的多这样子。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一定完美的一个组合这样。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说，就是使用的距离要足够，还有室内的光线充足，然后时间不能太久这样子。哇，动重要哈！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请医生同你分享我们这个护眼的4大基本功。对，好，没问题。那其实这主要只要有2个重点可以记得就好。第一个就是使用眼睛的习惯要正确，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要好这样子。那使用眼睛的习惯正确，当然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休息，然后要在灯光充足、足够的距离这样子。那足够的距离来说，像电视来讲，它大概就是至少也要2.5到3公尺以外这样。那手机跟平板，我们至少50-60公分会比较安全。然后 follow 这个3个20的休息的法则。那如果是从生活习惯上的话，当然就是充足的睡眠、充足的营养的饮食均衡。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像是足够的叶黄素或足够的这些 omega-3 鱼肝油这些部分。其实它的补充对眼球的健康都有帮忙这样子。刚刚买做一部鸟摸也是，摸黑同来生。好，今天非常感谢叶医生帮我们解惑很多绕目珠、绕风衣相关的问题。希望医生辛苦你了，谢谢，谢谢，哇，希望每祝福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當日時健康，記得咯，防疫啦，安全健康，全部愛顧得到哦。佢咪安全嚟買護目鏡啦，唔錯，等下填數題。希望大家，邀請大家等下繼續嚟收看法律誰單元哦。講嚟了，拜拜。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